好，顶回吼，咱即个一定要印尼5月23即天读到差不多2/3的所在，吼，后手过1/3，咱就读到了。其实顶回读较多，我嘛无啥会建议，顶回就我拄则要甲小可等于学堂等于甲小可看者吼。嘛是看有啥啥吼，反正就是讲，就是讲迄当中一寡船啊吼，就是讲是控制即个本岛部分尔吼，海上其实是无封锁起来吼，所以迄个荷兰船个会当来去吼，啊一寡荷兰船载一寡物件，敢若是送去倒位啊？好，不管哈，咱要继续看哈。讲除了上述即寡批吼，阮也收到一张瓜美兰的号的船长 Jacob Sass 所写的批。伊伫即张批里来甲阮讲，伊遵照命令带伊的船，带伊的船去到伊马岛。伊马岛是啥物所在呢？讲，互船长 Jacob Sass 的命令当中是叫做 JMA 吼 ，J 马岛 G 嘛，有个洪水哦 ，Half-Sageland， 就是乌那国岛，各位知无？日本国土和台湾上接近的即条岛，然后叫做乌那国。来，这林巴吉亚这条岛吼，其实是应该大家拢知个条的吼。因为天气好的时阵吼，伫这条岛咱看到台湾吼，敢若是前几年啊，日本天皇专工来这条岛看台湾安尼吼。我记得是这几年的代志吼。好，乌那国岛，乌那国岛叫做尤那古里基嘛，尤那古里吼，尤那古里基嘛。有那古里基嘛，抱歉吼，日文无遐好。行政区是挂伫伊个冲进关北中山郡甲后乌那国顶吼，所以是北中山啦吼。北中山足侪台湾人吼，离台湾近嘛，所以迄当阵已经是差不多4、5年以后，4、7年长远吼，已经是伫北了，有一寡人都走去啊。即条岛呢是，我讲是走去北中山群岛啦吼，毋是即条岛啦吼。好，即条岛上人口1655人，离台湾苏俄大家知无？苏俄伫荷兰时代叫做我说家己名会记吼。好来，苏俄啦，歹势毋是苏俄啦吼。是。叫做我说家己袂记。有啥物错无？历史。荷兰时代的名叫做啥物？叫做啥物？煞袂记啦。
个 San Lorenzo 哦 ，San Lorenzo， 后来就变做首尔了吼。这个首尔这个名应该是 San Lorenzo 这个名渐渐演变过来迄款。好，讲这个。有那个起码离台湾上近吼，首尔这个107公里，107.4公里吼。我对首尔的较低山或者是旧的这个苏花公路嘛是，你若看嘛，可能会当看到这个这粒岛吼，有哪个岛的建筑。我讲啊，所以这个岛无啥物好小改啊。OK， 转来第几家？受到迄张船长的批写讲，伊遵照命令吼，甲伊的船带去到即个乌兰国岛遮，收到当地政府首长良好的款待。甲首长甲伊讲，旧年迄只失事的HARP号留伫遐是非常有价值的，因为有7只巴肯船为此专程对日本来甲所有物件拢载去日本，现在已经无通装运的物件咯。失事的HARP岛啦吼，会对注卡我来看嘛。这只HARP号是1660年6月25号，因为这个大梦啦吼，大梦真大的梦，以及中楼错楼就海楼，就是海楼错楼。伫咧礁岛，就是仙岛群岛吼，的小岛失事。该岛是伫佛罗萨东部，参阅规写吼马埃兹克的批。好，转来第四只讲，关系着要照阮的希望带船来入港，伊是真愿意，但是因为天气恶劣，而且伊的船食水真深，约了深到10尺吼，所以要是留伫咧港外较妥当吼。就是即只船的船长来讲，可能无法度入港吼。除非是有其他的船只来为着伊全力来护航，才会当来入港等等。下晡有着个市调堡的人，带着一个时仔少年人来城堡呢，是因伫咧该碉堡附近所掠到的吼。这个少年人的言语，较像是北方的时仔人吼。伊讲是对国史爷的军营来的，要去迄个市镇呢，伊的主人遐要去提米，主人名叫做阿扎吼。军营内底是阁有米，但是无多，已经受到欠米之苦吼。就是食已经开始无啊吼。即人一天遮大阵吼，一工要食遮济吼，其实这是米的消耗是诚紧的吼。可是也伫咧油条吼，伊人捌去过赤坎3-4工吼。前一阵仔对此地出航的迄寡篷船，是载米去南澳附近的南家会对注卡南家是可能是广东的南家吼。这是读家是家南市，一个山，搁一个家己的地理吼，这个早前这个要读。他说记吼，他说记，难记。讲是讲战争，毋是讲一寡船散出去有无？一寡
迄个第四个船驶出去，伊讲去载米吼。因伫厝地4季所收集到的所有钱，像米、肉、猪、鸡、鸭、19只马，搁一个叫做狗食丝。会对注卡是啥物件？狗食丝只敢若知影是一种食物，毋知影是啥物件吼。搁鼎吼，锅子吼，等等吼，诸如此类的物件，拢用上水迄寡芳船载走。也听讲迄寡芳船真紧无搁转来，因为为啥物甲物件载走？所有人拢还伫赤坎吼，其中有19个人来敦煌遐，地方官也伫遐。昨昏伊遥阁看到伊，国姓爷真紧就来攻打迄个碉堡。原住民也来迄个军营吼，但是伊毋知影来几个人。即寡原住民炸着鸡、猪各种食物来军营。多个是迄个市镇的指挥官。对主卡讲，多个是迄个市镇指挥官，应该是指多个是波比社市镇的指挥官吼，但是无讲啥吼，多个。伊住伫个迄个赤坎的渡头附近吼，狗食又搁称做乌狗，就是海胆的顶官，海胆。现在是塔坦人属下的一个指挥官，捌带领塔坦军队去攻击厦门。迄时，即个少年人伫厦门遐。含金门顶捌就是讲即个指挥官啦吼，讲者吼，捌带着塔坦军队去攻击厦门甲金门，为塔坦人占领迄寡所在。约落1个月前吼，本番对遐被打败逃出来吼，丧失了6个大官，也丧失了真侪士兵甲100只伊家己上大的篷船。迄场战役拍2日，所有的新仔妇女拢同齐带来厝底咯。即个少年人12岁，伊的老爸伫国姓爷遐咧做工，伊请求互伊去办理伊的伊的即个代志啦吼。即个代志伊现在讲是，就是要去迄个市镇去摕草药啊，因为因阴暗可能就来攻打阮。伊讲的即寡代志，阮从来毋捌听过，互阮感觉真无影。如果迄寡是真实的话，吼，如果迄寡话是真实啦，安尼国姓爷的状况已经非常的恶劣吼。哎呀，即句话哩，我搁查者，伊搁袂记第几条啊？恶劣吼，恶劣。第4条吼，恶劣啦吼，乱码吼。究竟如何常态时间分享吼？意思讲，都国姓爷迄边状况无介好啦吼，欠补给啦吼。其实吼，我想着感觉，即有时仔即真正天意啦吼，我实在是荷兰人，伫讲其实是拍要占到，其实是占袂落来吼，荷兰人太勇了吼，感觉一个声过10个月吼，拍先拍袂落来吼。啊，荷兰人你若对印尼、对日本遐啦调兵来支援，你国姓爷你就去啊嘛。好 ，OK， 真正想无啦，这会当挡10个月，结果当然迄当阵的通讯无遮好啦吼。印尼好，要暗嘛，阮迄寡船只吼，去迄个通常的南边的停船的所在的西方的一里的所在来停船。就是顶头讲的，顶一个踢的迄寡船啦吼。
这一年一日，阮对即个城堡甲碉堡用大炮往敌人发射咱23发炮弹，阮有看见伫北线岛敌人的布棚今仔日拆除，迄人拢离开去龙椅门，去龙椅门就是对北线岛的即个线洲的南边山去北边啊吼。顶半暝，敌人先去对迄个市镇呢，煞只对阮的碉堡附近的山峦发出可怕的喧哗声，阮有时来往迄边来发射规发仔步枪。伫迄个市镇的上头前，迄寡厝有强大的卡弄的声吼，沿着迄寡市镇的街仔路也有拖吊啊，或者是车辆，或者是其他趣味的真杂气的声音。但是呢，因为天乌看袂到人影。5月24号拜四。哦，有完了长哦，哇，好长诶！今仔日这篇可能读袂了，呀，读了差不多啦吼。5月24号拜四，早起阮看到搁较侪诶图被搬来贴伫咧电影先生的厝头前迄个公房厝后面，其他无看到啥物变动。阮搁再一顺赞迄个少年人，即摆伊讲了以下的代志。郭姓爷伫下门战败的时阵呢，捌倒去屁哦，迄时伊一个人从9只旁船。郭姓爷被赶出下门了后，要亲自去过下门，但是因为太太人强势的射击，伊只好退出去。福尔摩沙人甲一个荷兰人吼，一个有白肤喙齿的荷兰人的头壳夺过来，甲迄个头壳炸来用条车。扫帚含伊的某也拢伫咧军营里，内车的大旁船的大部分拢是属伫伊的船吼。扫帚跟扫牙扫什么牙啦吼？扫牙。河边也同齐来处理，伊是国姓爷的带路人吼。因为即个少年人讲北方的西仔话，为着要会当完全明白伊所讲的话，阮叫迄个西仔人叫做 K. John 来议会，然后伊必须要照实翻译，若无会被严厉处罚。但是伊讲伊所讲的和以前所讲的无啥物过样啊吼，和昨昏第2遍所即份的答复完全是相像啊。阮希望继续甲问下，但是呢，即个K. John 呢也听无即个少年人所讲的话，因为如上所述，伊讲的是北方的西仔话。所以呢，伫明年即个 K. John 转去伊的大所在，伊伫离开以前甲阮讲，国姓爷嘛有使用地为爆炸、城堡或者是要塞的习惯哦。如果是用其他方法，都袂当取胜。敌人有一批的旁船对赤坎的头前经由龙椅门水道向往海上去，但是最后拢来即个北港道的头前遐停。今仔日上午，阮写一张简报的批互，为着指碉堡的指挥官中士 James Hamilton， 甲伊讲，毋值得用大炮来袭击敌人对因附近的炮台所发射的小炮，就是安尼毋值啦吼，因为因伫迄边迄种松软的山地袂当发挥啥物功能，也甲伊讲要特别小心注意，因为敌人遐尔啊群瓦，随时拢会当有可能对迄寡草莽撞出来吼。所以迄3个人只敢若伫历史为着需要，譬如讲为着要主动等等，才当行出迄个碉堡。还佫有爱小心防备，毋通互因用分推来得失来得到利益啊！对这个袭击，毋是袭啦吼，袭击我应该是读唔对，袭吼袭。
三个内里叫做湿、内服、金水合瓦自汁追入，咁叫做湿，所以113就对了哈。好，5点钟上班5点半，就必须要甲迄个碉堡关起来哦，就是有一个市碉堡啦吼。早起袂当伫7点半以前拍开，暗时啊，若是佫拄着像最近发生的攻击喧哗声呢，就要甲油灯点落倒挂起来，并且伫咧边仔来发射步枪。大炮只有伫咧有大阵的人组织前来的时阵，才会当使用。最后甲伊讲，无论伫任何的状况之下，拢爱表现甲像一个英勇的战士。阮决定派迄只领工船伫通常的航船人员之外，坐5个建装的士兵，配3辆小炮，渡往北沙堡去，甲敌人插伫遐的24个宝马顶的23支机器摕过来，互因感觉危机啦吼，并且咧趁机会来掠几个人转来。因为根据阮对即边所看到，迄边只敢有20-30个人离异，但是即个计划失败了，因为因转去摕定变迁太久，互敌人觉察到讲阮的计划，所以对北沙堡的西甲派出25个武装士兵过来支援。因此，阮决定取消即道的突袭，吼，甲阮迄寡人叫倒来，随即如此叫因转来咯。就是安尼，就是后来就安尼来做，安尼来叫因转来。敌人对迄个射武所的后面用小炮攻击迄只领工船，但是拢无射着该船。敌人上大的篷船当中有5只对即个北港岛的头前离开，去阮迄个碉堡后面的敌人，伫咧拿豆园的军营边仔来停船吼。为了这碉堡的指挥官中士 James Hamilton 写一张简短来批，答复阮今仔日上午所寄向的叶批，讲拄着攻击的时，因会有英勇的战士应该有的表现。如果讲敌人伫咧历史来到真瓦郡迄个碉堡的所在，瓦郡到只要派3-4个人徛要掠出去，就会当掠到因的所在吼。因此请求互伊该下达即个命令吼，即种命令啦吼，并且送3-4只落去互因。如果讲即寡敌人的宝马，只要派一队士兵去，就会当破坏吼，因为你是大部分时间拢无人，或者是即个有几个人伫守伫咧遐，因嘛发现讲敌人看到阮发射大炮，拢会真惊，因此请求阮考虑伊即个提议，因为因会无危险来执行伊即个提议，应该是讲因为因执行即个提议无啥物危险吼。下晡5点或者是5点半的时阵，可敬的牧师安托尼斯·汉布克由欧塞威尔先生和一个名叫做三甲的希腊官员以及翻译员重哥甲胡雄哥陪伴吼。对拿豆园摕着和平的信号来到即个碉堡的下面，哇！即个可怜的故事要发生啊吼，应该是吧？就是汉布克吼，即个一向伫咧两样相是摕起即个牧师头前拢是可敬的吼，尊称拢相啊足尊重的吼。我即个牧师已经伫咧希腊官员的陪同之下吼。来碉堡下面，就是要来抗衡了吼。好，先提起着迄3个人徛马，就是头前讲即个3个人呀，汉布克、欧斯威尔甲三甲这3个人，其他2个人用行的吼，就是重哥甲胡雄哥。含即寡人见面，并且问明来意，知影讲是为着国姓爷送批来了后，
决定只干那服务输一个人，或者是互奥斯威尔先生也同齐甲批就是两个荷兰人嘛奥斯威尔甲即个汉堡甲批送入去城堡里来，并且决定要派蒋记官科尔蒙真礼貌去甲同齐来迄个西南官员讲，阮会好好考虑国事爷即张批。即个期间，阮希望伊含迄两个翻译员去迄个市镇里去找一个因介意的厝，等遐听候代志就安尼咧进行，伊有即个奥斯威尔先生同齐陪伊去到迄个市镇里。无输汉堡就是入来即个城堡了后，甲国姓爷所交伊查来批交互顶官阁下，然后由顶官阁下召开伊的即个议员大会。都有注卡，为什么议员大会有注卡？讲下。第一个注卡是你讲迄个什么歌啊？兴歌，不是什么歌？中歌啦中是林二平中的中中歌是用英所讲的反通书理中议员大会是无啥物，就是敢若物件骗好尔好，召开议员大会，拍开即张批一通了后，知影讲伊的内容就如下面即个草本所看到安尼。好来，下底是即张批本环阁下写予伫台湾的长官Frederick归伊阁下的批的翻译，大明招讨大将军国士寄即张批予台湾的长官归伊。恁荷兰人不过数百人，哪有可能含阮人数遮尔多军队来作战？恁一定是像失去理智规个公理我本环讲，上帝旨意是要说，伊毋是讲上，伊即个本环毋可能是上伊讲，我就安尼翻我本环讲，神的旨意是要所有的人拢会当保存性命，还是写神毋是写上帝我是惯起来看到迄个，比如讲写神，我就读上帝我本环讲，神的旨意是要所有的人拢会当保存性命，不致死亡。我也希望大家拢会当保存性命，所以我一再写批寄去互恁，就是希望恁拢会当有活命。恁必须要慎重考虑即件代志，以便得以保护恁含负人囡仔的性命，并且得以保护恁所有的物件。我现在派我的官员，名叫做饶亚 A， 以及牧师汉布克翻译员吴兴甲中哥李仲去向长官致意头前这个官员叫做饶亚，咱来看卖饶亚第4条。就是讲派去的官员立即一开始写做三家即张批去写做饶爷我查做即个三家啦即个染爷啦差不多啦伫咧后一张规伊的回本是写做少爷拢是共一人应该是迄个中衙或者是叫做，我阁袂记即个做，怎么读做就是这个做是做是国作，有没国运的头做早，或者是做国做国早。红乐基业福气国运修树年岁拢叫做做叫做早，或者是做。好，
都有两几家。我派这寡人去现场赶记忆，并且对提出配合的条件如下，互恁考虑。首先，如果伫我的大炮发射以前，恁着导航交出城堡，我将会以对台电杆以及伊的步数的方式对台恁。恁若有啥物希望甲要求，我会共款的答应恁。我讲的是实话，绝对袂讲白贼。其次，就算讲伫我的大炮已经发射了后，恁若先伫城堡顶面升起地旗，然后场官该动几啊大细官员来阮这边行出来讲要和平，安尼我会随下令讲停止射击，安尼已经够。迄时如果你的大细军官带领妇人人囡仔同齐出来我请安问好，我会随下令甲我所有的大炮拢搬入去准伊，因为安尼我就看到恁要爱和平是真诚的吼，是真心诚意啦吼。这个情形，长官甲伊的部属拢会将会亲自看到，并将会因此对我更较相信。毋过另外有一句话，若伫即种情形之下配合，安尼一配合恁的士兵就必须要随撤出城堡，我将会派我的士兵进入城堡，去确保城堡以及城堡里的厝，并且要下令，互恁的物件丝毫拢袂减少。我将会允准互几啊奴隶甲女奴留到迄寡厝里来看守。我也将会允准大家自由选择大的所在，或者是伫赤坎，或者是伫台湾。家己有厝的人会当继续住伫家己的厝，无厝的也会当凊彩甲家己的金钱物件早去要大的所在。再搁另外有一句话，希腊人的习惯是有求必应，只有迄个城堡例外，因为迄个城堡互因太无用。这段是咧讲啥？迄时恁就会当尽量去收拾想要滴的物件，但是袂当像赤坎的人安尼有2天的时间来收拾，因为恁延前太久。赤坎的人伫我的大炮发射以前就来导航哦，但是如果恁现在要搁要延前落去，一直到我的大炮发射了后才想要来导航，恁着练一点坚固，若袂伫延前，必须要随撤出城堡。搁再讲，荷兰人对远的所在来到遮，为着无益，要尽力保护因的城堡。我知影这是因的工作甲义务，但是这个状况，我认为恁也无啥物欠缺，也无啥物罪过所以恁毋免惊尔，因为我所讲的话，全世界拢相信，也知影我会信守我的话我无想要欺骗，也无想要。也无意要欺骗恁荷兰人大家尽量会当来保存这张批里所写的全部拢是真正确实。现在已经来到阮会当是毋是会当保存恁性命的时阵咯？所以呢，恁爱会真慎重来做出决定。恁若对厝地基不利地放置位置为地嘛地，所以特别地基不利。安尼恁就是想要死咯。龟先生以前讲过，中文的批伊无法度了解，所以我以前写互伊的迄几张批伊无明白，因此呢，现在我寄来这张批是由翻译员吴兴哥甲仲哥所念互做过电官的 Valentine 听，并且翻译互伊听，而由该 Valentine 直接写做荷兰文的，拢无缺漏。恁现在会当确实明白啦阴历15年4月26号，边仔注记，这张批已经尽可能中式来翻译了。签名是 Valentine，1661年5月24号。
针对迄场会阮伫议会里决定答复如下：长官费德贵伊阁下答复官员郭姓爷内批的复函的抄本。费德瑞克规伊这城堡以及这个佛罗摩萨岛的人民的长官甲指挥者，寄这张批互早着带着军队驻扎在此地的油条的郭姓爷阁下。昨昏入夜了后，阮对官员扫夜以及可敬的汉布克阁下和奥斯威尔先生收到你所寄来阮的批的内容，阮明白了。但是阮的答复只敢会当像犹原像阮伫咧本个月10号所互你的答复安尼，无其他的答复，就是为着阮万能的上帝真正的上帝，阮所信靠的保庇甲拯救者，以及迄个珍贵的教会的尊严，以及为着阮祖国甲阮主人的繁荣兴旺，阮要继续保护这个城堡。就算爱付出阮的性命，也要继续保护落去。这个答复，互阮本来昨暗就要寄去互你，但是因为少爷就是做爷啦总爷来处理的同时，你的士兵伫迄个兰野市镇呢，伫阮的目睭前积极进行对付阮的工事，虽然阮请少爷去阻止这个工事的进行，但是被伊拒绝讲，伊甲拒绝啦，讲伊无权力去阻止啦因此，上述阮要寄批互你的计划就延前到今仔日下晡，因为阮必须要无你来反抗，阮如何反击你踩伫迄个市镇里的大炮，相信你阁下家己的士兵会用你好好报告。署名弗雷德里克·归义，台湾1661年5月25号。伫即个当中，先是蒋介石、柯尔蒙对迄个碉堡入来即个城堡，了后无偌久，迄时已經天黑了。欧斯威尔先生对迄个市镇也來到即个城堡，伊講是奉上述迄个官员的命令要來甲阮講，伊還佫有特別的代志需要當面甲阮講。對此，阮想要派欧斯威爾先生去甲伊講，伊會當伫迄个市鎮里或者附近指定一个地點，明仔早起阮會派人去遐和伊見面交談。如果伊因為無想伫咧市鎮里過暝，會當去軍營等等的所在到明仔早起，會當去軍營聽候，一直到明仔早起啦我甲你讀3字爾即工。稍等休息下。9:44分。小可惜一下我大概爱困。眼睛短。我专门甲咱即个房间的漂杯加注讲是变成讲侵犯有冇啥，因为我相信有人去厝行车啦，毋过其实咱已经伊个4月30号来嘛，已经要1个月了。我来拿一罐滚水泡茶。保守过10个月头1个月了
是差不多啊。哦，伫即个当中，先是检视官可能对迄个碉堡落来即个城堡了后偌久，迄时已经天暗。乌斯威尔先生就对迄个市镇外来就当作要来放散播来即个两个人其中一个啦吼。叫做乌斯威尔先生对市镇外来到即个城堡，伊无入到城堡，伊是先去迄个市镇遐吼，台湾市镇吼。阮伫咧。就是讲侵犯的迄当中，就开始对即个兰雅城附近的即个地形吼，即个环境有熟悉吼，大家应该有概念吼。若无你再家己 Google 一下吼。简单讲就是东边是台湾市镇吼，即个线洲吼，山洲吼，是兰雅城堡起伫山洲顶头吼，即个山洲是东西向吼，东西向，东边是。市镇，台湾市镇啊，过即个海吼，即个市镇边就是海边啊嘛吼，过海，过即个内海啊，就是咱就是即个赤坎楼吼。啊，西边即就是咱俩城堡，西边的下面遮有一个碉堡叫做伫咧即个咱俩城堡差不多3人平遮啊，差不多。一支城的即个距离吼，无介远啊，几十公尺啊吼，无加去100公尺吼，你一人射钱，你就无讲介远吼。有一个碉堡叫做有电的知识碉堡，细细个啊吼 ，OK。即个乌斯威尔先生对迄个市镇内迄个城堡，伊讲，伊是奉着上水迄个官的命令要来甲阮讲，伊还佫有特别的代志需要当面甲阮讲。对此，阮想要派乌斯威尔先生去甲因讲，伊会当踮咧市镇或者是附近吼指定一个地点，明仔起阮就派人去遐和伊见面交谈。如果伊因然无想踮咧市镇里来过年，会当去军营听候到明仔载去。如果伊若是会当愿意来建议，若要愿意表达阮对因伫咧市镇里积极进行作战工事的无爽快吼。就是迄个市镇吼，一个聚落啦吼，即个聚落较早是，就是住伫咧城堡外即个西亚人啊，或者越南人吼，因住伫即个聚落遮吼。即嘛结果即嘛即个所在，迄个就是讲兵将伫咧做对遐发炮啦，吼，对遐起一寡什么刀拿啦，作战工事等等吼。所以荷兰人无欢喜。现在伊被国际也派来送进去批你还佫咧讲起讲要谈判协商，并且要提出协商的条件当，即当阵，因迄边会当同时伫迄边市镇里，你顾着公司吼，顾着工事吼，得以避战吼。这是无法度忍受，也是闻所未闻的吼。因此，希望伊下令停止这个工事的进行，至少因为要停止，一直到阮寄出党和国事来批。若无，阮就必须要采取对伊的态度。特别为用武力来对抗武力。如果因为上所接来处的朋友，就是牧师汉布克和乌斯威尔讲。兵营迄边即个呢，按算到明仔载会对厝地受到回批吼，无你期待佫较早受到回批，所以呢，而且即个已经遮尔晚吼，伫咧读即张批吼，商讨如何答复即张批，并且写好即张批以前，还佫爱需要一段时间，因此伫咧乌斯威尔先生的意愿之下，决定要派伊随去甲顶面所写的代志甲迄个官员讲。所以，即个乌斯威尔就拿着和平的信号含即个灯吼，灯笼吼灯，行往迄个市镇去。迄时因为伊去了有一点仔久，阮就对即只又佫真清楚听到因伫咧落动的声音，就听到因佫伫遐咧，毋知咧变啥吼，变一寡工事，互阮无法度忍受，因此用步枪用迄边发射，但是敌人无反应，继续咧落动。以后偌久，乌斯威尔先生伊听到迄个枪支对于伊时间比吼拍过吼，所以对迄边甲迄个官员的答复查来，带转来即个城堡讲
讲，阮所希望的爱因停止现在伫迄个市场所增强工事的即个代志呢，必须去往本环请求，只甲咧有伊的命令，才会当叫因停止即个工作。迄个官员还阁爱王思伟先生甲阮讲，就算伊愿意转达，伊相信长官阁下的即种要求是无可能被接受，所以伊就早着即个答复甲迄个官员吼，用迄个官员来实行就倒来吼。来，我来摕一下我的水吼。来继续甲看。即个欧斯威尔讲，顶一回，因含迄个官员同齐去个市场的时阵，有看到沿着王阿宝迄边，王阿宝是伫即个市场上挖即个另外一城堡的即个角啊遮吼。王阿宝迄边的第一条远过的徛厝，一直到海边啊吼，贴真侪土，伫咧倒反的方向，迄条街嘛，沿路贴真侪土。根据伊所当看到，迄寡土母吼，土堆啊，土母的悬度约到顶面的窗仔遐尼悬吼。真侪无武装的厝边，伫迄寡土母的边啊。当伊搁再一厝去的时阵呢，迄寡土母拢无去啊吼。土母是对啊，毋对吼？我先查一下母哩。这是要安怎写？BUH 第八条啊，无这个词诶，我自细汉安尼读是对啊，毋对？一母，所以 THK。对，应该是 BUH 第八条。增加干泥点吼。但是伊无是细声讲话的意思。OK， 我用规式一堆吼堆。OK， 母呢有即个啊吼，但是收伫其他腔口吼，做一母结规母吼，母就是结规积成一堆积一块吼，叫做母吼。啊，其他腔口叫做 BUH 第八条母嘛吼，但是本条伊首个腔口是收做母 BU 第一条吼母吼。所以土母就是土堆嘛吼。好，我们转来第几家吼？通常讲看到土
图语无去啊吼，佮再一出去先看图语拢无看去。三队咧，却伫迄个城堡广场东边即头前的厝附近，或者是你寡厝的头前，经过迄个市政厅往北，佮对迄边往南，一直到罗斯林考先生的厝的附近，看见真侪宝拿，真侪人伫遐无用咧装图到迄个宝拿呢吼。我是先生认为，明仔载阮将会看到因所顾到的坚强的工事，并且表示因暗伊无想要搁去迄个市镇。三队呢真惊搁去迄个市镇，听了即寡话，阮就决定要互伊因暗留在即个城堡里，因为敌人毕竟袂搁放下因的工作，因为敌人已经搁较加紧是讲哪翻译？因为敌人搁较加紧无法翻译，歹势。我查一下吼，加紧，赶紧哦，哟，因为敌人已经搁较赶紧咧顾着工事，所以阮就用大炮往因发射几发炮弹，伫迄当中也用步枪射击。即寡射击捌互因留啊较安静落来，但是偌久了后，阮听到因又要踮咧遐咧顾着工事，并且互相咧讲话，因此阮有时仔就用步枪射击因吼，也伫咧迄个新港联堡含迄个新的联堡顶头吼，有着要看搁较远的所在，来点起即个喷灯吼，就是点一喷好啦吼。因为即个光焰，互阮看到讲，就像奥斯维尔所讲的，伫咧巴黎先生甲丹尼尔先生的厝附近，或者是伫咧中间有一批宝拿，伫咧迄条跨过沿路也放真侪宝拿吼。Broad Street 啊，跨过是反正跨过吼，就是 Broad Street， 伊即有路名吼。但是遐看得到树边，却听到真大的擦亮的声吼，因此呢，阮就顺利下令各处拢爱谨慎防卫，阮的大炮拢爱准备好会当发射。时间是剩2分钟，所以确实今仔日这篇是读袂了吼。这最近逐篇都有长逐篇拢爱读，常常一篇拢读袂了吼。伫这当中，牧师汉布克叙述了5方的人伫北平迄寡村社遭遇的即经历，伊嘛是迄寡人当中的一个。伊讲因听到敌人已经讲入来的消息，就讲去小人遐聚集，小人就即嘛叫咖喱，台南咖喱遐吼。因为迄个村社的人毋肯听话，而且迄个所在先瓦困敌人，所以因就去换道，伊阁继续去到多罗国。但是考虑到留伫遐伤危险，而且欠课诚务，所以就往北边去到猪肉山。迄个期间，原住民对因的忠诚看起来也渐渐减退落去咯。迄时，伫咧遐收到电话，放着国史遐的命令所写来批。即个人生就是一直咧换病啦吼，看你换对一边吼，你的运命完全无共吼。并无做好，因为我伫咧即当分节，荷兰人上危急的时阵，因为我伫成功迄边吼，就注定并无做因悲惨的命运啦吼。悲惨的命运就是中国文化、历史文化。语言啥拢消失去啊！吼，就是即马咱看会到啦，比无做过即马情形就是安尼吼。迄时伫遐收到电话，互着国史也评论所写来批写讲，如果因若愿意接受电话，因含国史也签订的同款的条件，
会当来规律国庆的权力之下，迄时因也考虑着讲因迄个互人担忧的处境，除了迄寡士兵的反抗成绩以及其他的问题以外，更较互人烦恼的是因的妇女同妇人甲囡仔的代志。因此，大家拢认为讲接受这个条件是对因上好的选择，所以就遵照电线杆来批。除了几个人犹原留伫Rancheville的北边以外，Rancheville诶，对主看形容有可能是 Rant River， 就是沙河。也可能是 Route River， 就是咸水河。对这段文章的纹路看，这条河流应该是当时的猪罗附近吼，猪罗的主路吼，或者是麻豆吼，主路后来个主路啦，其实是读猪罗吼，或者是麻豆以北，就是这条河是讲伫嘉义县、台南县这侧啦吼，或者北江溪吼。好，咱倒来遮吼，讲就遵照电线杆来批吼，除了几个人犹原留伫即条溪的北边以外，迄个人大概是拢咧对遐去过人甲淡水啦吼，就是个人伫即个例外的人吼。照电线杆来批，总共116人，其中有4个牧师、5个政务员和其他互人同齐来到普罗米西亚，大家拢已经伫忍受欠课将你的痛苦，着人也共款伫忍受即种痛苦，所以伫个迄当阵线也伫个台南县或者是对什么小兰吼，一直到猪罗吼，对台南嘉义县一直到猪罗这规片的这个荷兰人吼，110外人拢同齐拢来导航就对啊，导航迄个地形公家吼。好啊，因为命运后壁佫会提起啦，吼，咱后回再来讲起即寡百外人的即个命运啦，吼。即个汉堡克的故事，互人足感动的吼，这以后一定会读到。我毋知影是毋是真啊吼，应该是啊吼，无即几工的代志可能会读到吼。后来即个汉堡克的故事吼，传转去欧洲的时阵，因欧洲人为足侪图来讲即个故事，来纪念即个故事。即寡图到即马佫会找会着，你若兴趣，再去现看卖。汉堡克什么图我袂记啊，什么。国别啊吼，甲伊的查某囝，甲伊某国别的即个图吼，因厝的人，佫有足侪人，佫有一寡伊查某囝甲因某拢佫伫个连人城堡内底嘛。但是即个汉堡克牧师是等于是认真嘛，伊伫外面去互掠着，派来即只是干那来抗衡尔，爱佫转去的吼。啊，因厝的人嘛知影讲，这转去都向倒结痟吼，所以拢劝伊留踮咧城堡，但是伊后来嘛是佫决定讲，好啦，这故事咱以后会读到啦吼，啊，这真咱先透露伤济，好，10点过4分超过吼，所以后回再佫对遮开始读起吼，读到讲这116人的这个导航的代志吼，好。我拄则手机啊放伫边啊，看起来有够远，小可远一撮啊。好来，问候一个吼，马文你好 ，Claudia 你好 ，Sunny 你好，芭比天香香 ，Claudia 是奶鸡。你来了哦，我今仔日敢若头一回熟悉吼，欢迎吼。好，安尼明仔载应该会佫继续读啦吼。好，感谢各位，我来归帮。好，多谢观众，多谢大家。